嘉义是蚵仔主要的产地，为着要观测海水的成分变化，也个污染，甚至是海洋内底塑胶粒仔。嘉义布袋启用海域水质的监测站，要来了解这对蚵仔的影响。机器设备当你对海水的水质来做监测，所有检查的状况嘛拢会透过电脑记录落来。嘉义县布袋上港的北堤正式启用海域水质监测站，提供12项的监测项目，会当24点钟掌握海域水质的变化。饲蚵仔就是温度甲盐度。 我们有特别咧监测，啊，还有迄个 pH 值啊、油脂啊等等，拢咧监测，各来预防讲咱海边啊迄个塑胶碎片的浓度偌济，那提供互市民。嘉义县东石布袋沿海乡镇是饲蚵仔的产区，产量约要占台湾的一半。为着产业的环境甲食品安全，嘉义县伫海委会补助之下，伫布袋新启用海域水质监测站，而且佫设置塑胶碎片自动采样，要来随时注意塑胶碎片对海洋环境的影响。 一定要透过咱实际有去做，啊，才会当了解讲这个所在的塑胶微粒状况怎样，啊，进而了解讲啊，咱家滤食性的牡蛎来讲，伊的体内敢会受了这个塑胶微粒的一个影响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嘉义县的海岸线计共71公里，东石甲布袋海域水质监测站，目的就是要来预防海洋的污染。水质监测的数字，除了予渔民参考以外，嘛提供予学者甲相关单位，希望提升产业环境，保护嘉义县的海洋生态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